如果有人半夜敲響你道門，遞一封信俾你，咁而信封入面得一張白紙，你會點做呢？今日我要同你講一個喺香港灣仔流傳咗半個幾世紀嘅離奇傳說，關於一個喺午夜送信嘅郵差，同佢手入面嗰啲說不清道不明嘅信件。你好，歡迎嚟到瓜皮靈元購呢個 channel， 會同你探尋靈幻故事，歡迎訂閱、分享同埋評論。郵差係個歷史悠久嘅職業嚟嘅，喺長達幾百年嘅時間入面，郵差為我哋嘅生活帶嚟咗好多嘅便利。直到今日，大家講起郵差呢個職業嘅時候，依然會肅然起敬。但係喺香港灣仔就流傳住一個關於鬼郵差嘅傳說。相傳話鬼郵差會着住郵差嘅制服，身上孭住郵差包，但係由外觀上嚟睇呢，佢同一般嘅郵差係冇分別嘅。唯一唔一樣嘅係，鬼郵差係會喺半夜嘅時候送信，而且冇人知道佢係生咩樣嘅，因為凡係由佢手入面收過信嘅人，全部喺7日之內遭遇意外。冇人可以講得清鬼郵差嘅傳說到底係幾時開始，不過可以肯定嘅係，呢個傳說就好似灣仔郵政局一樣咁古老啦。灣仔郵政局位於皇后大道東。佢係一座古色古香嘅白色建築，已經有超過100年嘅歷史啦。有傳說話，最早喺灣仔郵政局建成嘅時候，坊間就有鬼郵差出沒嘅傳聞。但係鬼郵差真正開始聲名大振，我仲要講到上個世紀60年代。當時香港呢，居民未有信箱嘅，咁所以郵差送信嘅時候，通常會敲戶主嘅門，並且親自將信交俾戶主手上。當時係1960年夏天嘅某個午夜，孫先生屋企度大門突然俾人輕輕敲響咗。敲門聲唔急唔慢，亦都冇一種刺耳嘅感覺，但係就有無與倫比嘅穿透力。孫生一早瞓咗噶啦，不過俾敲門聲嘈醒咗之後呢，佢心諗都咁夜啦，邊個敲門呢？佢突然間感覺到一陣莫名其妙嘅心慌。但係嗰啲好清晰嘅敲門聲冇停低噃。猶豫咗一陣之後，孫先生仲係決定去開門。佢好小心咁打開一條罅，見到個郵差好靜咁企喺門口。搞清楚門口企住嘅唔係啲乜嘢衰人之後，孫先生放心咗唔少啦。將大門嗰條罅又開大咗幾分。呢個時候，郵差將一封信遞俾孫先生。孫先生下意識咁接啦，咁與此同時，佢腦海當中都產生咗一個疑問嘞噃，就係郵差點解會喺午夜送信呢？又係咩人寫信俾佢呢？一陣恍惚之後，孫先生覺得應該要同郵差問個明白至得嘅。但係孫先生定眼一睇，郵差冇郵差噃，佢覺得好奇怪。不過封信上面確實寫住自己個名同埋屋企地址嘅。關咗門之後，孫先生拆開手入面嘅信，不過奇怪嘅係，嗰張信紙一個字都冇。孫生睇咗下個信封，發現上面亦都冇寄件人嘅信息噃。孫先生覺得肯定有啲無厘頭嘅人喺度搞緊咩惡作劇啦，佢就火都嚟埋啦，隨手將手入面嘅信紙捏成一嚿，然後抌埋一邊，跟住翻上床繼續瞓覺。但係令人意想唔到嘅係，幾日之後，孫先生竟然喺自己屋企毫無徵兆咁離奇死亡。而灣仔其他嘅居民亦都有人陸陸續續遭遇到同樣嘅經歷。佢哋同孫先生一樣，都喺午夜時分收到一封內容空白嘅信件，然後喺跟住落嚟7日之內全部意外身亡。咁而更加詭異嘅係，呢啲空白嘅信件亦都會隨住佢哋嘅死而消失。就好似呢啲信件從來冇出現過咁。一時之間，灣仔嘅大街小巷都將鬼郵差嘅事件傳到沸沸揚揚，唔少嘅報紙對相關事件都有做報導。慢慢，灣仔居民都開始變到人心惶惶啦。有人話鬼郵差係個冇眼耳口鼻嘅蒙面人，所以好好認嘅。亦都有人話鬼郵差嘅帽檐下面係有一對發光嘅紅眼。
呢對眼有攝人心魄嘅力量，所以就算你認得出鬼郵差，你都冇辦法逃出佢嘅魔爪。鬼郵差俾人傳到似層層咁樣喎，就好似有好多人曾經見過佢咁嘅。但係事實並唔係咁嘅。聽講話真正見過鬼郵差嘅人，全部死於非命。所以鬼郵差嘅形象更多係出自大家嘅想像。不過呢個完全唔影響大家對佢嘅恐懼。為咗消除鬼郵差產生嘅負面影響呢，灣仔嘅居民最終由大嶼山嗰度請嚟一位好犀利嘅法師。咁而呢位法師亦都好成功咁將鬼郵差趕走咗。不過法師話，鬼郵差嘅離開只係暫時性嘅啫，佢終有一日仲會翻嚟嘅。咁喺居民嘅不斷挽留之下，法師最終亦都留咗喺皇后大道東嘅洪聖古廟入面鎮住呢個鬼郵差。而喺法師壽終正寢之後呢，佢嘅徒弟繼續鎮守喺灣仔，並且喺洪聖古廟附近種咗一片掛滿朱砂布嘅竹林，以分隔陰陽兩界。據講直至今日，嗰個法師嘅徒弟仲鎮守喺灣仔，鎮壓住嗰隻強大嘅鬼郵差，所以鬼郵差先至一直冇喺灣仔出現。咁當然啦，講到最後，呢啲只係當地人口口相傳嘅一個傳說啫。不過傳說傳得耐咗啦，就有人當真㗎咯喎。今日我哋嘅故事講到呢度，呢個 channel 會同你探尋靈幻故事，歡迎訂閱、分享同埋評論。我哋下期再見。